大聲大哥，冇啦，走啦。呢度就係以前客家人去南洋、去外地謀生、搭船離開中國嘅地方。哇！呢度54米㗎咯喎，水啊，係啊，54米㗎咯。他的手機啊是一樣，現在好了呀，手機。你把那个上面的那个字拍了呀？拍了呀。走。好了，你看，漂亮啊。